如果我嗰陣啦，跟住拍咩唱咩咧？就係唱 Ian 今年嘅第一首歌 NPC 一場意外。咁嚟緊Ian過多幾日啦，就要喺倫敦開第一場 Tower concert 啦。咁祝佢順順利利啦，快啲翻到香港啦。之後就繼續加油啦，係咯，就希望聽到更加多我哋嘅陳樹紅、陳車神嘅更加好嘅作品啦。NPC 一場意外開始。永遠不點是時候愛中響吧，收收分寸搏出心路上吧，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從來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鐵天亮搭照舊位置打卡角色，也這樣說做到頭天下，神奇在這塊電腦，發現極快框框檔案一瞬間。苦對也沒要彩，怎麼變野外？黑暗也才要花花出破個時代。前方那鍵盤都係鳥舞，陪行機將速者飛躍如將來。同伴我馬漸漸近似將坦白。先收呼吸，這麼驚險到着位，而有人設為那位，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NPC 跟着老怪。無聊像我照樣過，照舊位置等他不慣，會有排着太無盡懷緊差，然而大腦記錄過，那人是在倒偷心裏退出讓天下。苦地也沒要彩，怎麼變野外？黑暗也像了花花出鋪路時代。前方那鍵盤都係鳥舞，陪同機將速者飛躍如將來。如若怎麼都快脫離劇情限制，當關好過路下，比主角難度和美麗，歲月徹底。停留如此包圍，我思想怎控制？情緒到一半，你初始經濟，來吧，看似無條分地，終於指着途地有塵埃，就開聽我先打入場怪，無謂，抬頭名字轉換。咁不過 CLS support 埋 Ian 嚟緊嘅 concert 啦，我哋下次見嘅 CLS 啊！